讲到为着这个新冠病毒者，年岁愈大，死亡率讲愈悬。以美国来讲，这个新冠病毒的死者每10个到8个是65岁以上的病患。另外嘛好消息，这个英国牛津大学研制牛津疫苗，防护力高达99%，而且所有年龄拢适用，都参70岁以上的长辈者，拢有真好的免疫效果。人类研究对抗新冠病毒疫苗，搁再传出好消息。有医学期刊刊出，英国牛津大学甲民间公司共同研发的牛津疫苗第2期临床试验的结果，数据显示，99%的试验者伫注射了后拢有出现抗体，也就是讲，所有的年龄层，这个疫苗拢有效果。We are getting very good immune responses, even in the over 70s. Which look very similar to those in younger adults. 另外，对较侪岁朋友来注这个疫苗，副作用嘛无大。All age groups, and in particular elderly participants over the age of 70, have much less reactogenicity, seem to have lower side effects than people aged 18 to 55. 那甲进前北京公司所公布疫苗来比一个，牛津疫苗第2阶段试验数据相当的隐密。研究团队强调，阁需要第3期的临床试验，不过成果即摆互人真期待。另外，牛津疫苗伫运送保存较无困扰，价效嘛加较便宜。其他疫苗可能需要零下80度的低温来运送，牛津疫苗只要2度到8度，一般的冰箱都会当保存。另外，其他疫苗做一支车差不多要400-500块的台票，牛津疫苗只差不多需要84块的台票。这个研究团队已经讲得真清楚了，这个疫苗对开发中的国家非常有帮助。其实我们都消耗过了，